家將牌洗亂。今日俾大家示範發長閒，無論點樣洗牌都可以。將牌徹底洗亂後，放進發牌箱。呢局閒贏。閒補牌，裝好牌，閒贏。呢個唔係運氣喎，不過我哋繼續發牌，都係閒贏。對嘅閒6點閒贏，長閒繼續發出來。閒4點閒贏，繼續開閒。9點閒贏，繼續開閒。連續5把都開閒。